好，等下咱来关心是控制3期民节，昨昏总统蔡英文也个民众党主席郭文哲，虽讲是共一个场合，也毋过两个人敢若是简单小酒问尔，无加讲话。另外，国民党的侯友宜是伫郭文哲离开了后才到位。若民进党的赖清德伊伫面册表示，希望要推动客家希望行动。若郭台铭昨昏是继续拜表走行程，若伊的边仔，国民党的中常委是规路做伴对调调。伸手远远拍招呼，总统蔡英文甲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亲汉的共台，共同出席2023保中庭移民节活动，不过两人并无谈话。郭文哲一直甲在地人士交换名片，要来抢攻客家的票源。尾仔郭文哲中昼转来台北出席澳洲商会午宴，并且进行演说。对着外长问到当选总统要安怎吸引外籍人才，郭文哲讲到人头水果上。所以我认为，对于这种台湾缺工的问题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开放外岛市场，但是要克服人头税。另外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早起也参加移民节活动，由新的馆长杨文科陪同。不过过后，两个人无拄到面，引发外界联想。侯友宜的思是讲，爱有移民也团结的精神。在外部挑战很大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更应该遵循地民爷的精神，团结台湾，不分你我。林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选伫初三先来参拜，用客话加乡亲博感情，强调要拼到底。也过国民党中常委范成仁专程陪同，敢若踏着红线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初时直接表明，任何违纪的行为，党纪拢无得容忍，也互各班出面来发话。那我也呼吁啦，朱主席再三考虑吧。基层的党员有自由意志。另外，副总统赖清德初时是出席10大杰出青年公布记者会。除了让年轻人可以开拓视野，也让国际社会看见了台湾，这非常了不起。赖清德也在面册表示，未来推动客家希望行动，更加深入推广客语教育，更加广泛予台湾真侪客家文化中心，表达重视客家精神。最近也积极准备初6要登场的头一场国家希望工程，要公布国情的蓝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